来文旅周一起开会，见人就这样。蓬莱仙境，独享洞天，与世隔绝。看完电影八仙是真想急头白脸去趟蓬莱。设定里只有在海上经历过海难、暴风雨，把困境都熬过来的人，才有机会拨云见日，进入漂浮在海上的蓬莱岛。如果这也不能吸引你，那这句呢？蓬莱仙境，有求必应。带入百姓视角去看八仙，有求必应这个设定，只能说做梦都不敢蒙这个。在蓬莱仙境设定里，有个神仙办事处，每个神仙都需要打卡上班。对于人们在神仙或者道观面前许下的愿望，都要一一实现，有求必应。如果积攒的未完成心愿太多，就会被问责，甚至开除。在神仙业绩公式里，财神排第一，是个小孩形象，有钱就是显年轻。九血液的文曲星排第二。制作组还考虑到当代年轻人不太想要结婚的现象，让月老的业绩有所下滑。整个蓬莱岛还用了中国山水画的视觉效果，难怪在电影院里感觉进入了东方仙境。山东蓬莱文旅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打造八仙主题，顺便把红土鸭安排上。